電力方便咗我哋嘅日常生活，但所有城市嘅電力系統都難以完全避免發生電壓驟降嘅現象。電壓驟降唔等於停電，佢只係電壓喺好短嘅時間裏面出現波動。呢個情況係受唔同原因所影響，譬如樹木干擾、天氣因素、道路工程損毀地底電纜或者電力設施故障等。一般嚟講，電壓驟降維持嘅時間唔超過0.1秒。有少部分屋企嘅電器會受影響，例如電燈閃一閃、冷氣機停咗再開返。有啲升降機嘅設計對電壓突然改變比較敏感，當發生電壓驟降時會暫停運作，需要專業技工嚟重開。有啲情況，例如天氣特別炎熱，家家戶戶開晒全屋嘅冷氣機，當發生電壓驟降，冷氣機可能會暫時停止運作。電壓迅速回復正常後，呢啲冷氣機會同一時間重新開動，佢哋啟動嘅電流會比平時大幾倍。假如大廈總掣超出負荷，保護裝置就會跳掣，因而停電。雖然香港好少停電，但係萬一發生，你又識唔識點做呢？識得將電筒擺喺屋企容易攞到嘅地方，方便照明。我識。識得喺停電嘅時候保持冷靜，閂冷氣機。我識。識得向管理處人員查詢。我識。管理處人員再同持牌電力承辦商或電力公司跟進。我識。我識。我都識。遇到問題識冷靜，處理安心好淡定。